哇，道門真係好有質感嘅，所有轉角位都做到弧度處理啊！呢種工藝喺惠州揾唔到師傅嘅，業主係從廣州嗰邊請翻嚟嘅，犀利啦！呢套122平嘅單位啊，因為業主就係設計師本尊啊，所以你哋睇到嘅每一個細節都充滿咗佢嘅心思同品味。頭先嘅細節都好正啊，但成間屋嘅精髓就濃縮喺呢面微水泥牆度，佢內膜防潮又抗菌，功能全面，靚嘅嘢梗係有價錢噶啦，講緊300-400蚊一方喎。設計師自己住嘅單位啊，果然零舍唔同啊，成個裝修同佈局都特別有品味啊！咦？呢面電視牆居然係斜面嘅設計喎！哇！而且從呢個角度望出去啊，居然可以望到江景啊，真係夠晒驚喜啊！天花都做咗斜面嘅設計喎，聽業主講啊，係有風水嘅講究。淨係洗手台呢塊進口硬板啊，就使咗2萬幾啊，1分錢1分貨，呢種高級質感摸上手就知啦，親身體驗過先明白。呢度做咗個開放式書房啊，拉開簾布，咦，原來生活陽台就喺後邊啊。斜對面呢，就係一個做榻榻米嘅兒童房啦，最大就係主人房啦，有17個平方，呢度做咗個衣帽間啊，而飄窗出邊啊，係可以望到我哋嘅西之江江景嘅喎。呢套120平3房由設計師一手打造，細節同質感都有目共睹啊。至於226個呢個價係咪一個值得嘅選擇呢？或者講啊，一個理想嘅家居應該點樣衡量佢嘅價值呢？好想聽聽你哋嘅見解，留言話我知啊！我哋下期見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